如果你而家瞓唔着，其實冇問題㗎，你唔需要逼自己入睡。今晚你只係需要靜靜咁度過。你可以繼續攤喺度，又或者側身瞓，總之用一個舒服嘅姿勢，畀你好好休息。而家呢一刻，你已經好安全，唔需要擔心。慢慢留意下呼吸嘅節奏，唔需要夾硬去調整，亦都唔需要好深層嘅呼吸。呼吸原本嘅節奏係點，就由得佢，唔需要調整，只係需要去感受。吸氣嘅時候，感受空氣慢慢進入身體。呼氣嘅時候，感受身體自然回落，身體好似慢慢咁放低重量。如果呼吸好淺，亦都冇所謂。唔需要夾硬去調整，只係需要好好感受呼吸嘅節奏同埋空氣嘅流動。今晚你唔需要逼自己入睡，有陣時越想瞓，身體就會越繃緊。而家我哋唔需要加任何嘅力量去改變。只係需要保持自然，俾呼吸慢慢咁流動。其實你嘅身體係知道點樣去休息。只係暫時未去到嗰一刻，但係唔緊要，就算你嘅眼睛仲未完全合上，又或者你嘅意志
仲係好清晰，其實你嘅身體都已經開始休息緊。每一次嘅呼吸都係一種放低。你唔需要特別去追求睡意，你眼瞓嘅感覺會慢慢準備好嘅時候，就會自然嚟到。而家呢一刻，你只係需要瞓喺度，畀自己，畀身體好好休息。而家你可以將注意力帶到去你嘅頭部或者額頭嘅位置，如果你感覺到繃緊或者緊張，慢慢用呼吸去將佢輕輕放鬆，然後好好感受你雙眼，可能呢一日以嚟睇好多嘢，好攰，而家你可以垂低你嘅眼皮，畀你嘅雙眼好好休息，然後你可以放鬆面部嘅肌肉，下巴亦都可以微微鬆開，感受一下頸部或者你嘅膊頭嗰啲壓力，亦都可以慢慢減退。呢一刻，你唔需要特登好用力咁去放鬆，畀身體處於一個自然嘅節奏，好好休息。如果你而家仲係清醒，其實係冇問題嘅。人本來就係有清醒嘅時候，
你唔需要去諗聽日會發生咩事，有啲乜嘢會困擾你，更加唔需要急住去解決聽日嘅問題。所有嘅事情其實都可以等到天光，又或者你起身嘅時候先再去解決。而家呢一刻，你只係需要呼吸，好好去休息。如果你心入邊仲有個聲音話，點解我仲未瞓得着㗎？其實你可以輕輕咁同自己講，唔緊要，今晚唔一定要瞓得着，好好休息就已經足夠啦。當你唔再追求一定要瞓得着嘅時候，身體反而更加輕鬆。如果睡意嚟到，就由得佢嚟，好好瞓返一覺。如果都仲係瞓唔着，其實冇所謂㗎。今晚你只係需要好好休息，放低所有壓力，唔需要逼自己，好好享受呢一刻安全、平靜、舒適嘅休息時間。記住，瞓唔着都好，唔好夾硬逼自己，你仲有我嘅聲音陪住你。